潘元石老师是一位温暖长者，毕业伫咧台南师范学校后，便将人生上精华25档奉献予台南市创学校美术教育，成为推动特殊艺术教育的先行者，并致力伫咧藏书票创作甲推广，对着咱市文化资产保存更是不遗余力。尤其潘老师对着后辈提拔嘛真努力，对着艺术收藏嘛真关注，塑造了前辈风范，为后世立下典型。为了怀念潘老师，文化局特别举办迄时的温度潘元石人生风景特展，做伙来回顾潘老师一生对着艺术的奉献。潘老师他自己本身除了是版画艺术家之外，对台南市的整个文化资产文献的一个保存，其实他是不遗余力哈。他觉得这一座城市很重要的文化资产都应该被保留下来。然后他只要发现了很多重要的一些文化资产，好像即将被破坏，或是有人想要意图想要收，他都会极力去奔走，然后让这样的东西被保存下来。我想在当时文化资产保护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辛苦。但是潘老师觉得这是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也好，资产也好，这些都应该被完整保留下来。展出的作品涵盖潘老师各时期创作，有水彩、水印、木刻、藏书票，甚至连趣味表情的字画上嘛有展出。这互潘元石老师的查某囝潘清玲教授非常感谢市府文化局办展的用心。父亲这辈子最爱的就是台南这个城市，不管他的创作或他在艺术行政上面他所做出来的一些事情，他都是真心的为这个城市在付出。那他离开之后，那因为我就开始着手整理他的一些创作作品，然后借着这一次展览，我们也找出很多我们之前不知道他曾经有这样子的作品的画作来这里展览。例如他有一系列的自画像，这是他第一次自画像的公开，那我之前都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作品。那很再次感谢这次文化中心黄市长、叶副市长他们的帮忙，然后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再把我爸爸在对这个台南的热爱，能够再重新梳理一次。迄时的温度潘元石的人生风景特展，由即摆开始一直展到3月19号为止。文化局欢迎喜爱艺术创作，以及想要认识潘老师作品的朋友，会当伫展期内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来看展。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